ที่13ยาสูต่อเดียวกอยสัตลีอาฟิลิปปินส์ที่กิงแก่ชิวมุนหมุนถูสดยินสดงอยินจีซีสวย14他們說要認受是施捨約翰，要認受係以利亞，要認受係耶利米，或者先知嚟的熱背。15耶穌說：你們說我是誰？16西門彼得回答說：你是基督，是尊神上帝的兒子。17耶穌對他說：西門巴約拿，你係要負的，因為這不是屬實顯的，只是你的。乃是我差遣上的父指示你18我朋友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，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。19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凡你在地上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。